期同大家分享嘅主題就係問米。問米要有三不問：不問己陳，不問往死冤魂，不問無名無姓。咁多唔問都係怕一樣嘢，就係冤魂纏身。要運遊地府就要用米，米可以打開陰陽路，再要拍可以拍開鬼門關。問米係中國嘅傳統民間信仰嘅一種通靈行業，相信大家對問米都唔會陌生，尤其是問米婆婆，由香港資深演員羅蘭婆婆飾演嘅問米婆角色都深入民心。而且在80、90年代，香港電影樂壇在呢個時代可以講係電影界嘅叱咤風雲嘅時代，所以問米婆、羅蘭婆婆在好多人心目中嘅問米婆啦。而馬來西亞森美蘭州就有一個三姑娘娘廟，而石蓮枝就係依家三姑娘娘廟嘅靈媒，在旁協助嘅有胡亞祿先生，而石蓮枝同一般婦人無異。三姑娘娘除開下音，即係問米啦，亦都會俾信眾問事。每年農曆2月20日神誕時，質量求子嘅信眾攞花。而石蓮枝對外稱自己係30歲從事呢個行業，直到依家。而且在佢27歲嘅時候，三姑娘娘就早已睇中咗佢，只係當時佢並唔願意。佢講當時候佢係割膠嘅，經常都會突然暈倒，或者係電單車失靈，割膠都一直斷，呢啲問題纏繞住佢，讓佢冇辦法完成工作。直接到有一日，佢暈咗足足3個鐘。後嚟佢嘅媽媽就帶佢去當時村裏邊嘅一個祭童婆婆，婆婆話係三姑娘娘在揾佢，結果佢就當場就上起堂。佢講佢睇到紅布蠟燭照得滿堂光光，佢媽媽就沒有反對佢成為神嘅傳話人。後嚟婆婆去世，沒有為神辦事嘅人，石蓮枝就成為開祭童，而佢嘅孩子並沒意義去做媒介。石蓮枝話借出自己嘅身體俾三姑娘娘辦事，身體借出後，自己對接落嚟發生嘅事係一無所知。外界對問米尤其是好奇，其他靈魂附身時，問米婆嘅靈魂又會在邊度呢？石蓮枝話因為鬼魂上咗身，佢嘅靈魂就會向陰間等待完事，所以問米過程中佢講咗啲乜嘢，做咗啲乜嘢，都係從旁協助佢嘅助手胡亞祿先生事後轉告俾佢知嘅。問米時，石蓮枝嘅靈魂唔在人間，所以胡亞祿先生嘅責任就重大啦，以防萬一。而胡亞祿透露，曾經有一位信眾因為財產嘅事情，請了自己嘅爸爸上嚟問米，仲錄音作為佐證，俾沒有過來嘅另一方理論。而三姑娘娘廟嘅問米服務收費，從以前一開始由3令億至到而家100令億左右。而且三姑娘娘廟係沒有幫人做法事，唔幫忙燒祭品，而且始終係象徵式嘅收費。問事更係不定下收費。據透露，問米嘅成功率係100%嘅。目前為止，只要能提供名字、死忌同葬喺邊度，肯定都能揾得到，唔理火葬或者係土葬。而嚟問米嘅人唔單止只有華人，連印度人都會前嚟問米。曾經就有一位印度信眾前嚟問米啦。由於印度人係將骨灰灑去大海，呢個就會有少少難度。不過最後佢哋都成功揾到佢哋嘅先人。當問米進行時，並沒有閂門隱蔽嘅事，旁人可以一齊嚟聽，見證整個過程。而聲音係冇辦法改變嘅，語氣都學唔到。有啲親人會淚流滿面，依依不捨。其實唔理發生咩嘢事，都該好好珍惜親人在世時，好好盡孝道，珍惜眼前人。若要陰陽相隔，就唔要執着啦。亦有信眾透露，曾經被騙了2萬幾馬幣，所以民間裝神弄鬼嘅人確實都係有，所以大家就唔好盲目相信啦，做開自己嘅本分就好。亦有人好奇咁問，做媒介唔會接受嗎？石蓮枝並唔相信呢個說法，佢話佢行得正企得正就唔怕，而且幫神做事，依份齋事唔係話你想做就做，你想唔做就唔做，
食咗呢碗飯就要食一世啊！文米嘅呢個民間信仰，大家又有咩睇法呢？真嘅唔好太迷信啦。不過抱住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嘅心態，但係信不信就有理。以上就係我嘅分享。大家好，歡迎光臨靈異客棧啦！而家我要同大家分享嘅就係關於一個紅衣女鬼啦。故事嘅開始就係有一家人，女子就叫佢做阿玲啦。咁阿玲佢有一晚就氹佢嘅仔仔瞓覺嘅時候，個房門係冇閂嘅。咁佢仔仔就通過個房門就睇到一個紅衫嘅阿姨企住喺佢個玩具旁邊啦。咁佢就同佢媽媽講：媽媽，有一個紅衣阿姨企喺我個玩具旁邊。咁佢媽媽阿玲覺得好奇怪啦，因為屋企就只有嫲嫲啦、仔仔啦、阿玲啦同埋佢老公啦。阿玲就覺得好奇怪啦，點解佢個仔仔會咁講？佢就話：細佬哥，唔好亂講說話啦，快啲瞓覺啦。可能佢又諗到係或者個仔仔係睇開一啲電視劇咁樣之類嘅嘢啦吓，就冇多諗啦。咁某一日咁就阿玲就準備佢嘅晚飯嘅時候，就響廚房準備嘅晚飯嘅時候，佢就忽然之間聽到佢嘅奶奶就敲佢個房門。佢講：阿玲，你唔舒服啊？咁你就休息下啦，冚被啊，冇冷親啊。之後仲就聽到幫佢閂房門嘅聲。咁阿玲就行出廚房啦，就好好奇啦。佢奶奶俾我講說話，佢響廚房度啊。咁當佢行出去嘅時候，就問佢奶奶啦：奶奶，你同邊個講說話？我響廚房準備緊菜，今晚嘅晚飯喎。咁奶奶就：你冇睇見你房間有一個着住紅色衫嘅女仔瞓住嗰張床？我係諗住你嚟噶，又係紅衫個女仔。咁阿玲就覺得唔對路啦。當晚就佢老公放工翻嚟，就同佢老公提及呢件事啦。老公係做金融行業嘅，所以有時做到半夜三更，仲係幫啲客戶睇住嘅事，睇住啲信息。所以當有一晚，阿玲嘅老公就太攰咗，就趴喺張台嗰度瞌着咗。咁當然啦，你嘅電腦長期即一段時間冇觸碰咁佢嘅銀幕係處於一個瞓覺嘅模式。當佢老公忽然之間醒嘅時候，佢就通過個銀幕睇到一個着紅衫嘅女仔啦。阿玲嘅老公只不過係講咗一 part 嘅嘢，仲有下一 part 嘅。咁阿玲就覺得唔對路啦，咁就要請師傅翻嚟睇下啦。到個師傅嘅時候，師傅就十指一算，阿玲講個亡魂係衝住你老公而嚟嘅，係同你哋無關。咁佢老公聽咗之後就驚啦，將全部嘅實情講俾阿玲聽啦。咁係點樣？係咩一回事呢？原來佢老公阿玲嘅老公曾經發生過一段婚外情，而呢個婚外情嘅對象就係阿玲嘅老公嘅同事啦。咁佢哋喺埋一齊一段時間之後，阿玲嘅老公就想斬斷呢段情啦。咁啱呢個時候，呢個女仔又有病。忽然之間就病重啦，就一直喺醫院度休養。咁呢個女仔就一直發信息俾阿玲嘅老公，奢望去嚟睇下去，探下去。而佢老公就好決絕、好絕情咁樣，不讀不回，或者有已讀不回佢嘅信息，所以令到呢個女仔臨終之前都冇辦法見阿玲嘅老公最尾一面。而聽佢啲同事講，呢個女仔臨終前交代佢媽媽幫佢着一件佢最中意嘅紅衫入棺啦。咁阿
阿玲嘅老公就諗起呢件事，所以佢就覺得可能呢個紅衣亡魂就係呢個女仔啦。後來經過師傅幫佢哋做一啲法啦，經過一段時間咗，慢慢咁都解決咗啦呢個問題。而阿玲都原諒咗佢老公，咁佢哋都仲係一家人喺埋一齊，而家都相安無事。以上就係我同大家分享嘅呢個故事啦。咁呢個係一個真人真事，所以我哋真係唔好做啲壞事，或者唔係壞事啦，唔好做啲揞住良心嘅事。以上就係我同大家分享嘅呢個靈異故事啦，希望大家鍾意啦。我哋下一期再見啦。我嘅名言，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但係信不信就由你。我哋下一期再見啦，拜拜。